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结束拉达克行程返回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悼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巴乔夫逝世；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出席第18届西藏青年大会全体会议开幕式。司政边巴次仁在布拉格主持欧洲西藏策略会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女士会见台湾及美国代表。驻台湾办事处为西藏疫情举办祈祷法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圆满结束对印度东北部拉达克地区1个半月的访问行程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31号上午经新德里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受到印藏各界民众的隆重迎接。在尊者从新德里抵达冈格拉机场时，受到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代理司政塔兰卓玛女士、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以及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和西藏青年大会成员的迎接。从冈格拉机场到达兰萨拉勤宫的沿途，数千名印藏僧俗信众手持哈达、藏香、鲜花等，热烈迎接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达兰萨拉。另外，在得知苏联前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幸离世的消息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31号致函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表达了悼念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赞扬了逝者生前为俄罗斯的开放和变革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反对核战争和积极致力于减少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的举动。尊者指出，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也是一位模范政治家。即使他在退休后，他仍继续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解。他发起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及其各自的组织能够定期聚集在一起，运用他们的集体思想来创造一个更加互相关爱与和平的世界。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率领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于上周六8月27号出席了西藏青年大会第18届全体代表大会开幕式。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致辞时谈到了西藏境内外的藏人整体状况、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动态以及国际政治的现状。议长强调要坚持已经持续了60多年的西藏自由斗争的势头，并赞扬了境内藏人的牺牲精神以及发起白色星期三等运动的勇气和努力。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当地印度政要、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来自西藏青年大会45个地区分会的代表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与此同时，正在捷克共和国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日8月28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主持了由第16届嘎夏的策略规划小组和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举办的欧洲西藏策略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不断变化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从双边和多边平台上让欧盟参与西藏问题的战略方针，以及西藏问题在欧盟内的机遇和挑战。捷克前副总理、捷克支持西藏组织的创始人马丁·博希克先生、捷克智库知名学者马丁·哈拉博士、论坛2000基金会的主任
加库普克莱帕、意大利西藏协会董事会成员冈瑟克隆纳博士，以及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欧洲分部的执行主任哲通汪波和驻布鲁塞尔的成员文森特梅特相续在会议上发言。藏人行政中央策略规划小组的成员、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驻日内瓦和伦敦办事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周一，司政边巴次仁在布拉格会见了瓦斯拉夫·哈维尔图书馆馆长、捷克文化部长、众议院议长和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捷克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捷克智库的主任和研究人员，并出席了捷克共和国参议院举办的欢迎午宴。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于上周四8月25号，在联合国联络官甘丹措姆女士的陪同下，在日内瓦拜会了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驻日内瓦办事处总领事苏银君女士。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与苏银君女士在随后举行的午餐会上讨论了多个双方关心的话题，包括当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和紧张局势，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压迫和在国际组织中无处不在的影响。苏银君女士赞扬了流亡藏人社区成功实施的民主制度，以及保护其西藏独特的文化与传统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时，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于上周三在日内瓦会见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米歇尔·泰勒女士，并就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双方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讨论。米歇尔女士对境内藏人的处境表示同情，并保证美国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的指示，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和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联合于上周三8月24号举办法会，祈祷西藏境内的疫情早日结束。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在中国领导层日益不和，导致其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不断恶化，由此引发公民不信任乃至全国发生动荡的局势下，藏人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对于迅速解决西藏问题必不可少。长达2个多小时的祈祷法会为西藏境内频繁发生的自然和人为灾难，特别为近期爆发的新冠疫情早日结束，以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驻西藏高僧大德法体安康长久住世而进行了祈祷。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